义香严禅师就安尼讲，去年贫呐，去年贫毋是贫，今年贫。讲入水池地也无讲，迄入水咱拢知影，迄水就是讲定定啊，才尖尖啊，dur落头像一支针安尼尔。连入水池地都无，伊放下甲啥物拢无。其实安尼做，毋是为着咱事。咱修学道到尾宗旨，毋是为着啥物，为着要恢复本来。咱头前面讲的，讲即个摩尼珠过来啥物啊？要甲伊洗净利益，要恢复本来利益。其实功德自在发心中啊！啊，当然啦，这有需要靠咱大家来共同勉励，要安怎使咱真正心性会当提升，要会当智慧显现。当然，这爱透过修办啊。所以何老精灵，互咱足好的示范。伊有法度放下，啊，咱即嘛透由修办这个过程。哪牺牲，其实业障哪在消；哪牺牲智慧，哪里啊有心经，哪里啊咧显露。统一道家理，统一道家，其实这就是统一自性，统一天。按伊自心当中脑道，其实伊是无为而为，迄是出性的，是足自然的。迄毋免经过个思考，伊举手投足，伊举手投足，不管伊是咧扫地，不管伊是厨房咧料理，不管伊上讲台，伊若有道，其实伊就会自然的。敢若亲像讲，若是金仔，不管甲做手指啊，做挂链，做别事，伊拢是金仔。道就是遮尔自然。道就是遮尔自然，啊，若觅伊道者，既然若是觅，就是讲在找啦，在找向外在找，啊，若向外找，就是表示讲，伊若是知影自心有佛，自心有道，应该袂向外找，但是毋知影自心当中有佛，所以向外找，啊，若自心无道的时阵。伊所行出来，虽然看着真拍拼，毋过这个办事毋是咧办道。若统一道者，伊明理，伊甲牺牲甲奉献，所做拢合乎道义。慢慢考虑，因为迄个已经伊自信当中自然之事啊。安尼咱今仔要安怎讲来觅伊道？互学来依次为前的参考，爱照常入理，认理是修。既然讲向外若走哪远，安尼离自心、离回家的路就哪远。即摆安怎？爱回倒转来，爱反观自照，要做合乎理。无叫事情内面有时啊，咱离文章安尼看。讲我推一个足可怜爱因住的所在足拉伤，足太过啊，臭气冲天。日本语是安尼毋过无甲这个身躯甲撩落去，甲这个身躯带落去我真正看到一个电视荧幕，伊的满怀的抱负啦，伊就要去共帮助人，要帮助人，伊想要做一寡帮助人的，就是讲伊感觉讲人爱做善。但是拢关于咧内面，在家己咧研究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人甲我招伊讲招伊做伙要去共关怀迄个兄弟姊妹。迄个已经兄弟姊妹，后山中的，有破病，内面呢，连咧皮拢已经放药啦，拉屎拉尿，内面会使讲拢迄个歹味足重的。结果人就去到遐，人就甲讲，伊问讲我要做啥？因迄阵就甲伊讲讲你甲这批摕去外口拍啦，阮来清这粪扫，这污秽啦。结果伊要摸迄个皮啦，伊就一直要吐啦，毋过伊佫硬啉起来，怎啊去外口做一个深呼吸啦？讲从咧变放呢，迄是伊家己真正的体会，感觉讲日本医生讲。
敢若家己安尼想，讲自心也无道哦。真正讲敢若安尼想，也袂当真正入境哦。真正有立其境才得印象。咱着爱甲即个身躯讲真正要道，是真正有法度落实落去甲做，落去甲做，会当牺牲甲做看卖，做咱个会障碍袂？袂障碍就是道即相通流嘛。若会障碍，还阁非道啊！所以讲以和学要来以自前现参考，咱要咱伫环境中历练，不再阁以咱过去的劣习性，咱的个性在作事，着爱安尼练不间断咧练哦，咱毋是一届就练会成呢。咱咧讲久练先断，反反自教，加上研究真理，研究真理，安尼来对照咧，看敢是讲阁有障碍，是毋是咱的自卑心爱搁另外搁用一个物件来甲伊降服？当然，这是爱有赞处，一个手无法度咱无为，但是咱会当照常入理。和仙姑嘛讲不要执意，要认真理，伊就安尼甲咱讲爱认真理，而且讲独现花红皮一时，不如相协不凋零。伊遮咧讲叫咱毋爱考验着哪济，这物件若哪价值的，其实伊的历程就是哪艰难。同款咱修学道，即个花红就是顺境就是民族人人欣赏真灿烂、真光彩的一面。讲叫咱毋免欣赏，不如相匹，因为相匹呢，咱拢知影，伊毋是像人咧讲是真是假就知影。咱会当去甲看过去，才会甲讲，因为眼光因就是看足远，看到终极意义。因为看到眼前的这蝇头小利，因看的是天下利，看的是万世名，因看袂敢看现此时现象界，学拢安尼想。其实这个花红，世间人拢安尼讲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这个花红，哪一个人不喜欢？对一个无爱顺境，对一个无爱人甲赞叹。但是毕竟遐拢会过，唯有咱家己灵性，咱要安怎情归何处？咱灵性要归何处？这才是究竟。师尊老大爷捌安尼讲，伊讲别人甲咱学乐无一定会上升，别人甲咱气曲、甲咱诽谤嘛无一定会下降。咱最主要修学道，咱咧会爱认清楚咱的终极意义，讲咱的目标。咱爱会清楚，咱知影讲修行的意义，咱甲掀开古生大德的高僧传内面，对一个无受过苦难的，咱甲看至圣先师孔夫子，伊当时迄种困难，佮经过500年了后，才由即个另外一个皇帝，佮甲伊封为至圣先师，佮经过500年哦，咱想，而这个过程。咱搁看观世音菩萨，伊当时伊是一个妙色公主，考试有时毋是亲朋好友，就是连伊的爸爸都拢要甲考试。讲你安尼，讲较歹，讲千金贵你毋做好，你若要做干要做咯，还做，拢是安尼在考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，拢爱经过惨惨的关卡。其实每一个人拢安尼，但是因着一个生世拄着生活世当，就是环境恶劣的时阵，就会当分出真甲假。因此，伫这个当中，咱修学道，当然啦，若要比外口的富裕，也许这方面呢，这有个人的因缘福报。毋过，咱爱认清楚，咱到底。咱是为哪事要来行这条路？咱爱会清楚所以讲，圣者因、觉者因用一生的生命，用一生了结生命，可辉煌丹青一张。伊就甲是伊的这个时间投入的时间、经济
性命拢甲投资落去。当然，伊到啊就是咱老母的，吼，到尾啊老母的，因的终极意义，咱拢有看到啊，吼，咱拢有看到。过来，好老先毋敢讲，修行必须明理，理者如黑暗的明灯，茫然的拐杖，航海之难，苦海的宝法，切世的竞争，圣贤的解推，人生的先导，救世。